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咁我係肥仔輝，今日同大家講到黃大仙靈籤第21籤。21籤咧係支中吉籤嚟嘅，係武則天賞花。咁4句籤文就係咁講嘅：天外紅霞如抹錦，攬邊桃杏鬥新裝。形西煙漫誰居首，美酒斟酌且着涼。其實佢講咩呢？就講武則天。武則天咧係我哋中國唯一一個女皇帝，咁佢一開始咧係唐太宗嘅人嚟嘅，咁但係跟住唐太宗就駕崩啦，咁佢就要削髮為尼，咁就去咗做尼姑啦。咁之後到唐高宗嘅時候咧，李治繼位啦，咁跟住又做佢老婆咯，即係佢係侍奉咗2個皇帝。咁我哋有睇武媚娘噶嘛，李治就梗係好靚仔嘅李廷智啦，咁所以咧佢係受奉2個皇帝，但係最尾佢係咩啊？佢殺晒所有人又好，奪權又好，最尾佢做咗皇帝，係中國唯一一個女皇帝。咁呢個女皇帝做咗啲咩呢？當佢登基之後呢，一段時間之後呢，有一日冬天，咁冬天佢就講咗句説話，佢就話啦：來朝猶尚遠，火速報春枝。花雖連夜發，莫待曉風吹。佢希望冬天嘅時候，佢立咗句令出嚟，就話我要聽朝我起身由御花園嘅時候，見到啲花全部開晒。咁冬天花又點會開呢？咁臣子啊，當然做好多事情，又吹掃又點的，而且確去到第2日嘅時候呢，所有花開晒，好似春天一樣。換句話說，呢支籤講咩啊？同你講就係佢個權力地位啊！直頭佢嗰個指揮啊，發隨心轉嘅能力去到咩地方？就係你講一句説話，而真係成功咗，成就咗呢件事。可想而知，呢一支籤喺當時當一刻呢個人，佢嗰個權力嗰個我哋叫咩啊？掌權嘅能力去到咩地步？係幾好意氣風發嘅籤，係一支上籤嚟嘅。但係呢啲上籤只係對咩人上籤啊？可能只係對女人上籤嘅啫喎。但係如果閣下你求呢支籤係男士嘅時候，你要諗下喺武則天呢個環境，男士究竟有咩權力，有咩地位？佢服侍過嘅男士，身邊所有嘅男士，究竟又會點呢？我哋要理解一下。特別如果係求姻緣啊嘅時候，可能又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，因為武則天係侍奉個阿爸，削髮為尼，再侍奉阿仔噶嘛，咁又未必係個好嘅故事咧。咁大家可以思考一下。咁今日分享到呢度，下次同大家傾過。如果覺得幫到手嘅 ，like、subscribe、share，thank you，拜拜。